湾的艺术水阁好，搁先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呢。好朋友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你知啦吼？北部广播改编主持人阿国啊，这算我业界的前辈。结果歹运啦，你去到伊的办公厅，因翁仔某咧冤家啦，因某甲因翁咧讲昨暝食酒醉转来，歹叫，搁会拍恁囝，搁会甲我嫌。但即马咧找花找肥，你是也会做风台，也会当花男俗。即句甲大自然变化有牵连的台湾俗语，咱知影。风台当咧扫的时阵，真侪厝体受灾殃，歪斜倒落去的满是，甚至讲有的人雨伞骨啊吹甲冰冰的。啊，毋过2-3工啊，风台做过了后，当花男风势无共啊。俗语话咧应用民间，就是讲即个人会软会硬会死会活。啊，若咧毋着有影，昨暗毋着对因某安尼歹叫，即马才淡仔伫咧磕头会不是。阿公兄真正噎伫咧边啊，也毋敢应声。我想打出来做公亲讲说啊，你嘛知影？阿公兄即个人吼，对你是真尽忠，昨误会啦。吼，换阮嫂啊，甲我讲国精啊，你毋拢徛风头边，徛风头边。就是风若对遮飞，咱就徛即势；风若对遐扫，咱就换徛迄势。简单讲，汉文讲见风转舵。若即摆少年家流行话，讲上师大人真冷静，会晓看世面讲话就对啊。我头壳绕的讲无啦，嫂啊，你讲安尼，我感觉足无人格，毋是讲徛风头边啦。人咧讲啦。讲人翁仔某咧冤家，咱着爱共囥哦好，红婆，床头拍着爱床尾好，所以你着爱甲想讲我即个兄哥，若毋是讲你后壁咧甲野兔啊，翁谈某去，恁即马留我厝遮侪间，要好囝着毋免3年，若无你咧互伊做后靠，即个人是介无胆呢，是无啥路用伫社会，无才调甲人出入来外呢，是透也毋惊鬼，透早惊落水呢，吼。这原来甲大自然变化有牵连的台湾俗语话，透也毋惊鬼，这有影啦。透早日头出来啊，迄个草啊枝落水顶落来，你也咧惊哦。着讲倒句的嘛，就是表示讲即个人无胆嘛。我应用伫咧遮，就是咧表达讲，讲兄吼是来对牵手真尽忠啦。迄是因为牵手第一面，伊才有今日的发展，才有今日的财情。当然。咱要劝人翁仔某合好，着爱两边拢共讲好话，搁怎爱真责任啊？趣味的俗语话，甲你互相研究甲探讨。